跟脸一样大。哎，稳定，进来，哎，行啦，行稳定啦。啊，所以这个经费，这个观众更好办。价格，照理是应该产量少，价格要上扬。啊，但是呢，因为最主要就是讲，咱的干那些去做多少销，其实是理解，啊，所以计算。啊，假如讲咱的政府甲咱考虑，大概3分之一出去落，你拢出去当然嘛无关系，3分之一出去，价格，价格持平。咱即摆，咱整个世界的气候的变迁实在真严重。你甲各位就知影，年初时阵头5、6月遐，早时啊好天，下昼落雨，哦，这对咱这个水果的种植者来讲是一个真头疼的代志。因为这个情形之下，不但讲迄个虫害，尤其是病害非常的严重。啊，所以变做讲，你要甲保持真好的品质的话，就是要讲，大概加普通时加花费3倍至4倍的精神甲力量。啊，像即摆来讲，冬尾时啊完全拢无水，所以水果的品质伊就自然会较歹。所以我就靠带用迄另外搁栽加灌溉安尼来处理。这个毋是农民，第一是咱的辅导单位，就是政府单位。因若我就讲大力甲咱的每一条，比如讲东南亚也好，日本也好，大陆也好，伊拢我就甲咱路线甲咱铺出去了。咱毋了我就来管理这个水果河水。你干那水果管理河水，咱干那倒来销尔，嘛是效果比较无遐明显。假使讲咱的政府先甲咱的外销路先甲铺出去了，当然每一个农民对这种这水果的意愿一定相当的悬。哦，啊，所以这是第一点。啊，第二点就是讲，咱着按照咱迄个农改场也好，啊，包括农会也好，咱的指导员碰时啊经常，伊拢会来现场，哦，甲咱指导要安怎来处理，啊，佮加上家己本身，因为种水果，敢若就像咱的饲囡仔、生囡仔共款，你一定要用心来对待伊，这个水果相对的甲你回报。以上。因为辅导咱这北产销班吼，啊外销日本。哦，这个作业哦，敢若这个单领动，咱这个农友哦，配合着农会这边哦，来做这个业务。因为这个白要外销日本，因真重这个品质，所以要外销到日本去嘛无遐简单。啊，这嘛爱农民有迄个心要来配合，伫栽培的过程当中哦，用心哦来甲管理，才有法度达到讲咱要外销日本哦，这个品质拄正咱的单领动这农友哦，嘛有说起日本这白油的品质吼，管制甲非常的严，100粒也减无1粒，所以伊遮大片内底吼，会当讲配合着农会推展地方的产业白油吼，外销日本拍响这个知名度非常的好。